我从小就在湖口长大，小时候这里老兵很多，像我爸爸就是老兵，他就是从福建来的。再来是这里呢，就是外配也很多，从印尼来的妈妈们。因为这边有工业区的关系，所以这边的移工也很多，有从印尼来的，从越南来的，菲律宾来的。我都会来这个地方叫我爸爸回家吃饭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司令台，以前是满桌，现在可能剩一桌而已了。对了。偷丢垃圾，神明在看。以前这个庙从我以前小时候就有，可是它以前没有那么大间，它以前小小间的，然后没有大间。然后我们以前这一条街，当时我们办庙会的时候，这边整条街都会封起来，然后这边都会有打弹珠的啊，然后卖热狗的，前面会唱戏，他就是唱客家北管嘛，他是唱客家戏，然后就演给神明看。然后那个时候前面这边都会坐很多人，我看我小时候就是在这边看戏长大。我叫陈小明，今年37岁，我住在湖口，我是新住民2代，我妈妈是从印尼来的客家华侨。我们这个地方叫中心村，那我们这边的人都称这个地方为营区，因为我们前面就是营区嘛。这边以前都是住一些我们的农民伯伯。可是他们几乎在过世之后，这些房子就荒废掉了，或者是你不知道有什么人就住进来。这边都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在这边玩的地方。以前这个地方，大家就是元旦的时候会在这边升旗啊，然后国庆日的时候升旗。以前这个地方是夜市，每个星期3跟星期6的时候，这里会有夜市。可是后来夜市就没落了，但是黄昏市场还是在。嘿，我还记得我爸以前就坐在这个位置，我爸以前就坐在这个位置。然后他会在这边打牌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过来说：“老爸吃饭了。”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我总是要叫完他之后，然后我就先回去。北北可以问你们是以前从哪边来吗？北北啊？我爸爸是从福建来的。大陆啊？大陆哪里？哪个省啊？哪个省啊？我是湖南湖北嘛。湖南湖北。看到这些北北在这边打牌，我就有想到以前我小时候在看我爸爸打牌的那个样子。你就在。现在已经到了黄昏市场，我要去买一些今天我晚上要做的菜给妈妈吃。因为现在都是我在做给妈妈吃。我想要看看这附近，我也不知道今天到底会有卖什么东西，所以我想说来这边看看有什么好买的。这个任选3包100元，任选3包。一起28啊。我现在想要买的是秋葵跟豆子。那是因为比较好做啦。因为秋葵的话，它烫一烫就可以吃了。那木耳的话，其实是增加口感而已。这咸水的吗？对，是蛤蟆，那个是辣。那给我一斤就好，1斤就好。
谢谢。像我们家一次买这样的话，大概买一次菜大概可以吃2餐这样子。我跟妈妈而已，2个人吃。哎，我家到了。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这个就是我妈妈。哦，嘿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哈。啊，你刚刚去哪里？哦，走了，散步了。哦，一天蹲在家里啊，没去走了哈。哦。对啊。妈妈的汉人系无？啊。你系汉人？客人。哦。客家人。客家人哈。哦。客家人你唱台湾客家无啊？没有唱啊。冲啊！哎，妈妈，我有去买这个呢。好，那我就弄这个吃哈。还有那烫青菜哈。晚上再包，应该不会坏哈。坏点不会坏，那种小的东西就不会。不会，晚上再包就好。OK， 那我先收起来，哦，好不好？我在这个时间可以回来家里煮饭给妈妈吃，是因为我的工作的时间比较弹性，我都是在晚上工作，刚好选择这样的工作时间才可以配合。蛤蜊哈，可是它就有分咸水跟淡水的啊，还有分大的跟小的，还有圆的跟扁的啊。哎，像这个是咸水的。咸水的好处是我不用再放盐巴调味，它味道也比较足。你的我嘛该。好玩，快点写东西啊！这个叫什么名字？俄罗斯方块肚。因为我妈妈她一个人在家里面啊，没有人陪她，其实也是很可怜。不然的话，就她都一个人哎。然后有时候她去外面买菜，我都会很担心说，她到底会不会迷路，然后她会不会怎么样之类的。我爸爸他大概在6、7年前就过世了。他过世的时候是80岁，哎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跟我妈妈在一起生活。哎，有盐水呢。盐水哪是盐水？哎呀，高雄的盐水这样，可能盐都到轮台去了。这个秋葵我什么都没有放盐巴而已哦。秋葵啊，半壳刚好哦，也不会太咸。豆子有烂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平常我们晚上的饭菜哦，如果是我煮的话，顶多就是这种菜色；如果是我老妈煮的话，菜色会更多。因为我每次都会跟我老妈说：“你不要弄那么多，吃不完啊。”我不喜欢切肉的。我还买个咸水的、淡水的。这个咸水的啊？这个咸水没有啊？咸水的，这是咸水的。我妈妈是印尼的华侨，我听我妈妈说，她的爷爷是从大陆过去的。好，所以他应该是在印尼的第3代。他在印尼工作一段时间，他就到台湾来了。我就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百富宴，个小村叫做西火港，就是这样了。印尼又热带地方，印尼热得很热啊，印尼热带地方啊。
一天到晚都30多度，30多度，哇！你穿不好衣服。我都刚刚爸爸过世了，我都来了，我照顾我爸爸，我爸爸过世了，就是生的我妈妈、哥哥、3个哥哥、3个嫂嫂。那现在家里面还有剩谁呢？没有人，通通走光光了，8姊妹通走光，才我妹妹现在，够我。所以现在就是跟妹妹。这豆子还可以哈，没尝到。你话是多少有了？这长豆啊。我就去印尼找不到工作，就是人家介绍来台湾，讲台湾很多工作好做，就是这样了。后来呢，很高兴来到这边很多工，我来到很多工作，我做干嘛呀？写这些工厂啊，嗰啲工厂通通都到班印尼咩小姐，冇台灣人都台灣人唔可以做人設計啊，錯啊！跟弄架寫字咁咪搞去錯，台灣人唔可以做，就用嚟印尼人嚟做。唔可以用廣州毛色包咁做咯，俾阿公司包咯，唔可以嚟印度來啦。我要打本來啊，按過些以後。我爸爸其实我跟我爸爸没有什么印象。我妈妈嫁来台湾的时候，我爸爸已经50岁了。然后听我妈妈的这个说法是说，他到台湾的时候才是第一次见到我爸爸。我老公喺工廠里面的人啊，都有认识有个小姐了，也去投印尼了。你去投印尼冇问我老公要啊，通通嫁完呢，都仲有一个还没嫁，我很丑啊，我长痘啊，我们才要，给得个漂亮东嫁，在艳遇啊，像艳遇来到这边，什么老公要嫁，都2个人结婚，他从来不会骂人，不什么东西不会，他就是和小气都是这样的。小孩又没骂，我们是打过，我还会打过小孩，他没有，他不会打小孩。那为什么说他小气？他给我给钱你没有了，给我给多少钱给你就不会了。还有他钱冇讲随便人给你了，买菜钱就买菜钱给你，冇讲钱不用随便人拿，就不会。一天都给你300块，菜米买好，小孩学费他给。衣服他买，什么都没管。而且我看小孩，我讲不看，我看他会去读小的，我都也是找零工来做了，我讲就这样啊，就一天过天，就是熬过到现在嘞。好，可以，好，不会，我可以去帮美人姐救援一下吗？我们美人姐有问题，我要救援一下。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，然后是菲律宾餐厅，嘿。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老板娘美人姐，然后这是她的儿子逸贤。等一下，我要去忙一下。哦，你要忙一下，那就代表我要前面顾店喽。我要前面顾。你就自己包嘛。我自己包喽，好。今天本来不是我工作的这个时间，那是因为今天刚好缺人，所以我就来这帮忙。我平常的工作都是在9点以后，然后我是负责送宵夜的。你这样是多少钱？可以算。因为我们这边靠近这个工业区，所以很靠近外劳宿舍。早上1点就开始做早餐，因为我们要配合外籍移工的这个吃饭的时间，所以他们是我们早上1点厨房就开工了，然后送早餐、送中餐、送晚餐，还要送宵夜。所以呢，他们的首选都是这些。你比方说这个绿豆啊，我们台湾人吃绿豆是吃甜的，但他们是吃咸的，有苦瓜、有猪肉、番茄、虾酱在里面，吃起来就好像是绿豆粥。对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已经开了10几20年了。跟
午节吗？他们有这个宵夜啊，是因为他们是上大夜班，那他们就是从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。对，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。那他们就是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们要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我们会有宵夜的这个餐。但其实我们讲是讲宵夜，可是对他们而言是正餐啊。这个曾经是有人跟我讲啊，他说你们台湾人为什么加班都不用吃饭，只要吃槟榔就可以了。然后他们菲律宾人都说我们上班这都要吃饭的。他们连早餐都要吃饭，没有吃饭就不吃饱，而且他们是很注重饭，菜可能1样2样就够了。那我们台湾人吃可能要5道菜6道菜，但饭只是其中一点点。这个是等一下要送的。诶，小明他是今年好像得到模范员工嘛？今年是的。对，他今年刚好得到模范员工，因为他任劳任怨。因为现在老婆还没来嘛，所以呢，24小时随传随到，那个是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。真的，他也可以煮饭，也可以送餐，然后好像都可以做，你就只差不会生小孩而已，对不对？我只差不会炒菜而已啊。他没有厨师这个能力而已，而且配合度很好，他从来不会给你臭脸看，真的很奇怪。但是他的上班时间没有很长，对，他的上班时间大概一天5、6个小时吧，差不多。对啊，因为他把白天的时间选择做社工，然后照顾他母亲，然后母亲睡觉的时间，他再来这边兼个差这样。你这样来也来好多年了啊！今年是第4年了。第4年。小金王哦，拜拜。Hello，嗨，早安。这里是胜利社区活动中心，那我都会来这边，就是这边的那个关怀据点帮忙。现在每天大概会有20几个长辈来这边。对啊，他们来这边的话，我们还会帮他们就是健康记录，就是我们会帮他们量血压，然后我们会记录下来。120、120、 60、 60、63。那我们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本来是有活动的，那现在我们就只有在供餐而已。因为我本来是从新住民工作，然后切进来这边的，大概是因为我家里面我自己的父母都很老，然后我的父亲很晚的时候才生我，所以其实我比较有老人缘。131、86、那个69。我有观察到一件事情是说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从印尼还是越南来这边的新住民很多，我所遇到的这些新住民的姐妹们啊，其实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哦，其实是说他们在就业上面是有些需要被协助的，然后我又注意到这个地方其实需要有人过来帮忙，所以我的想法是说，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新住民的人才可以参与到社区服务的据点里面，所以我当时就是抱持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所以我后来先后介绍了2个印尼来的姐妹们来这边工作。我来抢他又讲我了，抢哦。
像我们的餐点啊，都是我们自己协会自己做的。那平常呢，会有志工在里面帮忙。那今天是因为我们的负责主厨的那个妈妈她没有来，所以今天是我们理事长在里面煮。因为煮了黑花生，我都煮了，老人家都可以熬一顿。煮菜哦，都买味精抹标。是味精不好啦，所以我们都不摆味精，说什么菜都一样，一样味精都很标。我们照顾的老人不是很多，但是我重点要把他照顾得很好。对，有一些人该老人家里面啦，因为吃饭呢，我收钱啊，纯粹服务老人家，因为你要穷人的路啦，哈。你还是讲，做的照顾几多，你还就是说尽量啦，啊。俺志工也当多，汉人、好老人啊，新住民都蛮有。俺目前的因为呢还好，疫情的问题，活动中心没开放，俺俩专门住是大天岛，本地的待转些。开放前，俺志工有喊他多，目前俺有6间人得了。那疫情开放的时阵，该志工有5支咯，当多志工过来陪老人家，陪佢聊天，陪佢冲下上坡啊，哈。还要几个？1、2、3。我把他们当成菲律宾人。每天都有20几个人来这样子，固定的。老人家差不多11点左右就会过来。现在要回家了，因为我要回去帮我妈妈做午餐，我要看她吃了什么东西。她有时候会忘记吃午餐，所以我通常都会回来跟我妈妈一起吃午餐，因为她之前就是因为吃了太咸的东西，然后就血压不稳，然后送医院。所以从那次之后，我就觉得，我一定要常常在家里面，不然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妈妈到底吃了什么东西。她送去医院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人在印尼，对，好险有我们理事长帮我看。小明对家妹吼，最近当孝顺啦，哈。该日日都按忙来，总係談佢講，我叫伊煮飯了，煮飯給妹食，現在你按用嘅年輕人也少啦，嘿，佢不管用白人，他無閒其實我來叫伊煮酒咯，無是煮肉咯，用佢工作之外是不卡自己都當好用，嘿。你是燙這個是嗎？对啊。你這個是燙的還是怎麼樣？你今天你要煮這個？我就知道你睡覺剛起來。下雨天啦。對啊。因為下雨天你不能出去，你睡覺，哎呀，我幫你把鳳梨熱起來好了。幫你把鳳梨熱起來好了。你用跟弄冇想做忙下雨啦，下雨不能出去。小明他说，如果他没有赚来啊，你会那个忘记吃饭。对，我也忘记吃饭了，因为都随便我买东西冇弄啊，都会随便吃饭了。有时候没有吃了。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会忘记吃饭呢？她可能是年纪大了吧？就是有时候没有人陪她吃饭啊，她就会，你就会不知道她会吃什么东西。她有时候就吃很多罐头啊，要不然就是腌很多什么酸菜之类的。虽然我做菜不是说特别好吃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功夫菜之类的，可是至少会觉得，至少我有回来做菜，会可以确定说他吃到什么东西，好，或者他吃的东西有没有坏掉。嘿，那你说在附近的邻居的话，附近的邻居其实有的还不敢说很熟啦。大家都年纪大了，然后年轻人也大部分也是都出去工作。你说你要找人家过来看嘛，也不是这么方便。什么蛋啊？啊？不用煮面啊？我没有想要吃面啊，你们要吃面啊？那你要不要再吃一点？等一下吃饭了，好吧，等一下吃吧。妈妈说她不饿。她说她不饿。对。她不一定什么时候吃，她有时候12点就饿了，有时候1点就饿了。还是今天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，妈妈害羞。应该是这样子，应该是。太美。而且没有害羞，还有那小孩露的过来还是。楼下是我们家的那客厅，那楼上是我的工作空间。平常的工作就是写一些作业啊，比方说我在学校修实习课的那个作业、计划的作业，写一些报告啊，做一些成效记录啊，然后会议记录啊。因为我现在在修一门社工学分班的必修学分，这是我们学分班的心得报告。我以前在竹东工作的时候，我是在一间机构工作。那我的工作是协会的会务，主要是在做一些业务的这个推广。那我们协会做的是生命教育，还有弱势家庭儿童的克服。那我们主要是在推这个业务。那因为我就是从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，我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小孩，我懂得那种就是在社会上。那种一个人生活，或者是一个人努力，但是却没有人关心，然后也没有人会在乎你想要什么的这样的感受。那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到班上如果有人被排挤，我就是第一个去找那个排挤的人，然后跟他说话的人。我不知道，我可能天生的个性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自己作为现在你们说的是新移民2代的话，我这种感觉就会特别强烈。所以我想要去接近那一些看起来像是被社会排挤的那一些人的朋友。我从小就这样子。我做了在那边工作了3年之后，我担任那边的会务，然后推动了很多的活动啊，然后我也自己下去当客服老师，然后带小朋友。然后我这样做之后，我忽然心里面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可不可以回到自己住的地方，我也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呢？所以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先去找了附近的协会，但是事实上这个协会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没有薪水的。那我想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总得要去做一个能够赚得到温饱的工作，然后
然后透过一些我们理事长的这个介绍，我就认识到了我现在餐厅工作的老板，因为他也是一个就是有热心在公益的这个事情。那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状况，然后他就觉得，那你可以来我这边工作，所以我就说，那我可不可以早上的时候做我的社区的工作，然后我平常的时间，假日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，我在你的餐厅工作呢？他说可以。我一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，也是很不顺手，也是有长辈指导我做。长辈就是呢，原本一开始在这边工作的阿伯，到后来我已经变成几乎是餐厅里面包便当速度最快的人。像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啊，我觉得做这份工作其实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份工作，因为我只要把它完成了之后，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拿给我的客户，然后我的客人他们很快就会得到他们要的东西。一个月的收入啊，比22K 多一点点。哎，虽然没有赚钱，但是够生活，而且足够支持我在各种领域的这个活动。我现在要去我们送宵夜的工厂，然后因为有一点远，所以要开车去。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也好啊，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我工作，这样才能够显示出我的价值，我工作的价值。虽然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伟大的这个事情，可是我还是可以发挥我的功能。尤其是像这种，可能没什么人想要做的工作这样子，那我把它捡起来做，我也觉得是功德一件啊。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认知，像我妈妈就会觉得，他们这一辈子就只能够在工厂上班，然后我爸爸这一生就只能当兵。可是我就跟他们说，可是其实在台湾可以做很多事情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很积极的参与各种非营利组织的活动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做到我的父母辈可能这一生都做不到的事情。他们想的也可能只是要温饱而已，可是我想的是我能不能做一点，就是我的条件已经比他们好了，我就不能够做比他们更多的事吗？我觉得我没有特别的有爱心，我也没有特别的有理想，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态度在生活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厂区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送便当进去了。所以这里我不能进去？对，这边你不能进去，因为今天便当很少，至少是过去的一半而已啊。送完就准备回家了？准备回家了，对。妈妈会等你吗？不会，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，她就已经睡觉了。我们今天来这边是来我的朋友家，因为他最近他搬了新家，然后我们不知道他，然后我们就想来看他的新居落成啊，然后又听说他的小朋友这周岁了，想说就过来看一看。好，来。Hello。你也在啊？對啊，係。anh Bùi ơi. Anh Bùi. Ở đây ăn lấy tay à?
干嘛站着？干嘛站着？坐。然后这个是我从小就认识的朋友这样子。然后可能要你介绍会比较好哦。你介绍。我不讲，因为你介绍了，因为忘记讲了啦。对啊。他们都是就是一起从印尼过来的，然后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就是都是老乡这样子。那我小时候也有给小明哥哥他妈妈带过，对。你的妈妈是哪一个？我妈妈是穿红色衣服。就跟他以前一年都像姐同妹一这个样。对老乡了，老乡对，老乡了，哪里去？哪里讲是安好吃的东西？哪里很好吃啊？好吃啊，美國啊，你看阿面买喺邊個好吃啊？那就都尽量去。它真的很好味。好吃嗎？你们早期来那个時候，其實都是嫁給老兵嘛？係將老兵，因為你冇時分係都不時分啊，將係人介紹的意思。人介紹嘅啊，這個時分都接。中介都介紹啊，看埋你啦，都聽婚啊，容易啦，這樣都去照相，啊，都去辦身份證，就這樣啊。哦，阿姨，你也是嫁給老兵嗎？是，我老兵就死掉了，90歲死掉。哦。我51歲過來。51啊？係啊，都老啊。啊，那還過來幹嘛？過來啊，存錢啊，做清潔工啊。哎呀，我做事啊，做清潔工，對啊，像你在那裡做清潔工啊，老兵很好，沒有像台灣人哈講話很客氣，他講話很好啦，慢慢講。你老公對你好嗎？很好啊，對啊，走掉了。怎麼樣的好？很好，很好啊，咩要搬工學練啊，要很好啊，一個月要2萬2啊，要好買饅頭啊，對不對？trong khi要冇啊，買很要啊，冇做些很要好食啊，要饅頭好買啊。阿 K 阿姨沒有來。那就洗過了。洗過嗎？沒有洗過呢。有洗過嗎？有洗過。我洗過。小時候就是愛聽家媽媽送飯，係啊，愛幫家媽媽吐，係啦，照顧啦，係啊，愛看手機啊，係巴機，嘿，就是整天跑在他身邊這樣子。我記得那時候叫我去圖書，係啊，有時冇看手機，愛袂送信，係啊。我只記得我。可是他都。就是都好像想要把我甩開這樣子。滾啊！對。那現在有照顧嗎？有啊，很照顧啊。就是像大學做專題的時候，我都會去找他、吵他，因為就是知道他對這方面，就是我覺得他很聰明，然後就是有時候不懂的都會問他。他好像不太會把自己心裡話說出來的，因為以我這樣跟他相處感覺啦，所以有時候。摸不太着他在想什麼，就是有時候看得出來，就是有時候他有心情低落的時候，可是他好像就是有欲言又止，你知道嗎？又不說出來，就是可能覺得我跟年紀跟他有差吧，或者是覺得好像我也不能給他什麼想法對他有幫助的，所以他就會比較少跟我說他自己內心的那一塊。我對他爸爸也有印象，因為那時候他也有顧我。然後那時候他爸爸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，有感覺到他那陣子就是心情走在一個很低點，就那時候他身體狀況不是很好，看得出來他是就是壓力也蠻大，就是感覺自己好像即將要面對人生，就是自己爸爸就是覺得也差不多了這樣子，就在旁邊看到就是也會心疼，因為畢竟是已經長大了。因为我小时候就没爸爸了，然后就会对于那种亲情，就会讲到这块会比较敏感。就是他们都生病就很早走了，所以我妈也蛮辛苦的。
就一个人在撑这个家，就会想要有个伴，因为自己就是一个人这样子，就会不想要自己小孩也跟自己一样。对啊。像我就想要生3个，结果每个人都说你试试看啊，怎么可能？至少会有伴啊，系啊，冇一转因，宠爱系一转因，有时候就冇伴，感到就是很孤单这样子。啊，我今天有一个朋友要来啊，所以我想要煮牛肉面给他吃。我的朋友他是从小就跟我在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嘿，然后他也是跟我一样啊，就是他爸爸是农民，然后他妈妈是从印尼来的，嘿，然后他也是在台湾出生的。不好意思。对，小头。这是要放味噌的意思。味噌已经放完了，那是我老妈喝的。我煮鲑鱼汤给她。他的家人很早就过世，然后家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而已。我的父母跟他的父母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把他当家人。快点拿出来烧，有裂的。少一只啊？对啊，裂啊。给你面。好，一点就好。一点，你干嘛吃那么少？哦，对吼，你有吃很多的症候群。对，我当然吃多就拉肚，你说吧。就拉肚子，是坏肚子。通常都是下班啊，或者是临时起意啊，总是会遇到吃饭时间啊。那军用罐头那个真的很军用哎。我们家是山东过来的，我妈妈也是跟阿姨一样，从印尼来的华侨，这样的组成的家庭很多啊，所以我一直到国中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让我们这边出生长大的小朋友的家庭背景跟别的外地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长大，反而都没有遇到那么大的冲击。可是新兴的小朋友，因为他们资讯发达，现在的社区的人口流动移动大，他们遇到的冲击远大于我们小时候。我是一直要上到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对啊，对，就是你没有走出这个社区的之前，你住在这边，你根本感觉不出来，因为我们这边的社区就是这样，人口结构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住在这边很容易就遇到父母印尼来的、越南来的、菲律宾来的任何的种族都遇得到。妈妈们会群聚聊天，这是有的，可是我们这边有点不太像所谓的正统的眷村，就是我们这附近的住户还是有掺杂一些本土的台湾人嘛，也没有说有特别的种族的关系而区隔出来。我们农民的子弟的小孩，大部分都是只有1个或2个都最多。如果他们家是本省人的话，他们家的家庭成员就会比较多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说要搬离这个社区？没有想过的。我这个人比较念旧嘛，就是不太想要搬离这里，因为这里的环境不错啊。其实我觉得是个感情吧，就住在这边，老邻居。对我有看到长辈们一个一个的不见了，可是这个地方是我最熟悉的区域嘛。Hello， 喂，又上哦，喂，你是谁？阿姨啊。阿姨哦 ，OK， 你讲话啊。有些阿姨哦。啊？有。还有些阿姨哦，印尼啊。冇下雨。哦，台湾村下雨了，跟你讲印尼下雨啊，台湾下雨了。其实我去年就已经想要带他回去了，可是实在是因为舟车劳顿，
我觉得他身体应该承受不了，他也说他觉得身体承受不了。可是如果真的能够回去，我是很想要带他回去的。我妈妈其实是放弃了，可是我没有放弃。30-40年间，你都不会想家人吗？你一个人？我有回去2次啊，还有回去带他回去啊，都没有回去啊。我觉得他应该要再回去一次，至少再让他回去看一看他的妹妹。我没什么东西啦，老呆没有办法的啦。这边就是我的图书馆，嘿，那这我已经放很久了，这样。那其实我一开始的主要的目的，其实我只是要收集东南亚图书，给新住民妈妈们读的书。比方说，我这里有越南文的这个藏书，像这种童书之类的，或者是这种图画书之类的哈，这个都是以前我的朋友他这个捐给我的。因为我当初本来成立图书馆的想法，本来就是说我希望它是一个可以亲子都可以共读的一些这样的书籍。所以像这种科普类的书啊，动物啊、昆虫啊，像这种东西我也会收集下来。有很多人跟我讲很多想法，可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，所以我目前就只能让它维持是一个图书馆的方式。我其实做这个图书馆，我从开始做到现在已经是第3年了。那这3年的话，我们本来一开始我的想法是说，我可以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就是做宣传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进来这样子。可是我一开始做了这样，差不多做了1个月、2个月之后，我发现到这样根本不行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根本就没什么人，根本不会有人过来我的图书馆。所以我后来就换了一个策略，就是我开始跟我认识的人讲说我有书，然后请你们过来。那我后来就用了这个策略之后，过来看书的人其实并没有多很多出来，但还是有。然后可是问题是捐书给我的人越来越多。那这3年来，其实我有一直遇到一个障碍，就是我的人不够。一开始我以为有很多会有很多志工，可能这个就是可能想的太简单了吧。很多人说我是很理想的，可是以我目前的状况，如果我去做一份感觉上好像很稳定的工作，可能大家都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工作。比方说我之前在补习班工作，我觉得我去做一份看起来好像很稳定的工作，其实我觉得并无助于我的不管是家庭还是社群的经营。其实我觉得并无助，就是你会发现到你除了只有金钱的增加一点点以外，那我觉得你在各方面的获得其实并没有很多。所以我选择了一条比较折中的路线，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常常在家里面。我既然要在家里面，那我就做跟我们社区相关的产业的这个事情。我觉得那种朝9晚5的那种上班族的生活，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。我的初衷就是说，我还是希望可以留在社区，然后可以为我的社区工作，这也是我一开始留在这边的原因。所以只要能够留在社区，帮社区工作，其实我觉得做什么我都不是很介意。小明，我也希望你呢不要太晚睡，身体养好有健康的身体，才可以服务更多的老人。小明哥哥，我想跟你说，我们妈妈年纪都大了，那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多陪伴他们。那你有空的时候要多带妈妈出去走走、散散心哦，这样她才会开心一点。小明
这么多年来看你做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如今小有成果，希望你能更进一步，